平均一生裏面，你隻腳會行65000里路，你隻腳會隨時發生問題，咁樣可能會影響你嘅活動能力。如果你嘅活動能力受到影響，咁樣對你嘅獨立能力同埋信心亦都會造成影響。咁樣可能會引致出現其他嘅健康問題，包括跌倒啦、憂鬱沮喪啦，同埋感覺到孤立。咁樣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做一啲簡單嘅措施，可以幫助防止呢啲問題嘅出現。呢一張光碟可以幫助你繼續實行個人嘅足部護理。當我哋年紀大咗，有啲人對護理指甲會感到困難。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建議你每個星期一次，用指甲沙錯將指甲錯平。指甲沙錯可以喺超市或者藥房嗰度買得到。如果你每個星期都有將指甲錯平嘅話，指甲係應該唔使修剪嘅。最重要嘅係你要坐得舒服，咁樣當你伸手掂到個腳嘅時候，就唔會拉緊或者扭傷隻骨。你可以將隻腳放喺嗰隻晾腳凳上面，然後移近啲自己嘅身體，再用輕柔嘅動作錯平每一隻指甲。如果有變厚嘅指甲，你應該同時將佢錯薄同埋錯平。當錯平咗指甲之後，檢查隻腳有冇任何嘅改變。如果有擔心嘅話，請轉介到當地嘅足部醫療診所。如果你好難伸手掂到嗰隻腳嘅話，你可以揾人幫手，揾屋企人啦、朋友啦咁樣。如果你有照護者嘅話，你可以揾佢哋幫忙。基本嘅指甲護理並唔係一個醫療嘅問題，所以唔係國家健康局提供嘅服務範圍。良好嘅個人衛生係個人護理重要嘅一部分。有啲人因為健康嘅問題，好難為自己進行足部嘅護理，佢哋可以向屋企人、朋友或者照護者取得協助。要進行個人嘅足部護理，可以做以下一連串簡單嘅步驟：清洗啦、抹乾啦、潤膚啦，同埋錯指甲。喺開始做足部護理之前，要確保有足夠嘅空間同埋光線，自己要有好嘅姿勢，以保護你嘅背脊同埋其他嘅關節。我哋建議你用晾腳凳。作為照護者，喺幫助人哋洗腳嘅時候，請你檢查水嘅溫度，因為嗰隻腳可能有神經嘅損傷，令到佢對溫度嘅感應係減低，咁樣嘅話可能會導致燙傷嘅情況出現。喺幫人哋洗腳嘅時候，確保要清洗腳背，即係腳面啦、腳掌同埋腳趾之間嘅地方。喺抹乾雙腳嘅時候，亦都要注意係要抹個腳背啦、腳掌啦同埋腳趾之間嘅地方。如果腳趾有重疊嘅話，將毛巾放喺兩隻腳趾之間，然後抹乾。因為如果唔冇抹乾嘅話，皮膚咧就會有濕氣，咁樣咧係會引致疼痛發炎或者潰瘍。清洗咗腳之後，喺腳面同埋腳底，我哋搽上適量嘅潤膚膏，但係千祈唔好搽喺腳趾之間嘅地方。嗱，搽潤膚膏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當我哋年紀大咗，皮膚會變得乾燥，容易有破損，因而導致感染。喺搽潤膚膏嘅時候，檢查下皮膚有冇改變或者有冇破損。如果有任何嘅憂慮，請你聯絡當地嘅足部治療診所。
足部感染嘅症狀呢係紅腫同埋發熱，並且有化膿或者係有分泌物。我哋建議腳趾甲要每個星期錯平。你需要用個指甲銼。指甲銼呢可以喺超級市場同埋藥房買得到嘅。將指甲銼短，但係要留返一條細嘅邊。變厚嘅指甲要銼短同埋銼薄。按時處理變厚嘅指甲，可以防止問題嘅發生。唔好將指甲銼得太短，因為指甲再生出嚟嘅時候會有問題嘅。一啲身體虛弱嘅人士可能需要喺床上面幫佢哋修剪指甲，但係要記住你自己要保持良好嘅姿勢嚟保護你嘅背脊。如果嗰張床係可以調校高度嘅話，咁我哋應該要按需要調高或者調低到合適嘅高度。每日應該着乾淨嘅襪或者襪褲。襪同埋襪褲嘅尺碼應該要合適嘅，要配合鞋嘅大細，亦都要睇下隻腳或者係大髀有冇浮腫嘅情況。喺鋪頭或者以郵購方式都可以買到一啲加闊嘅或者係有彈性嘅襪同埋襪褲。棉質成分較高嘅襪或者襪褲着起嚟會比較舒服啲。要保護雙腳同埋減少跌倒嘅危險，一對好嘅鞋係必須嘅。好嘅鞋應該係合適嘅同埋舒服嘅。合適嘅長度同埋闊度，要俾腳趾有足夠嘅空間，有平滑嘅內層，冇接口嘅。鞋呢係會有柔韌性，令到佢可以彎曲。用可以調整嘅緊固物，例如鞋帶、鞋扣或者尼龍黏貼去支撐雙腳。行路行得耐咗，雙腳可能會脹大，所以要按需要調整鞋嘅鬆緊。鞋後踭要矮嘅。新鞋應該一開始着就舒服，唔使着一段時間先至可以適應嘅。如果你有用特別嘅鞋墊，買鞋嘅時候就應該一齊帶埋去啦。唔係每個人都適合着拖鞋嘅。喺買拖鞋嘅時候，我哋應該注意要有橡膠嘅鞋底，冇接口嘅鞋頭，尼龍黏貼。再一次記住，喺日頭雙腳呢係可能會脹大嘅，所以呢要相應咁樣調校拖鞋嘅鬆緊。以下嘅圖片呢係顯示一啲常見嘅足部問題。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呢，係需要足部治療嘅幫助。睇咗呢張光碟之後，如果你覺得需要足部治療服務，俾啲意見你或者係幫你忙呢，請你向當地嘅健康中心或者家庭醫生診所索取一張自我轉介嘅表格。